嚟緊星期六，馬會將會越洋轉播澳洲嘅海外賽事史德堡黑羊賽以及昆士蘭2200錦標，頭場開跑時間為下午1點57分。沙田亦會舉行11場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下午4點正。今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將會提供史德堡黑羊賽嘅4格心水以及昆士蘭2200錦標嘅各匹馬點評。後半部分會講沙田第2場5班16米，究竟呢場策略係咩？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首先講嘅係第1場史德堡黑羊賽，20號飛渡海洋上仗首次加配備跑，出閘快，末段越跑越有，今仗只要保持水準，有望跑入3甲。18號火辣運走，呢匹3歲嘅雌馬喺昆士蘭省表現出色，今仗首次挑戰年長馬，會賺到負磅優勢，加上抽咗個好檔，唔好話佢。16號懲戒者號女騎師格利蘭非常熟悉呢匹馬，自4月復出跑咗3場未甩過3甲，似乎已經為今場做好準備，有力爭取前3名。6號黃沙萬里由即將來港開倉嘅練馬師金敏斯訓練，相信唔會有任何保留，一定搏埋佢喺澳洲重練嘅最後一場高獎金1級賽，點都要拖翻。S1 第2場昆士蘭2200錦標，1號鬧市名媛已經搏咗2場第2，上仗末段明顯轉弱，成為大熱門，唔直搏，劃咗佢。2號銀木呢匹8歲嘅老馬回咗2場，今仗應該可以交出最佳表現，放頭競跑，有機會一放到底。3號武裝自己嚟到澳洲季尾最後一場高獎金級制賽，要信練馬師能夠保持馬匹作戰狀態嘅功力。呢匹馬由練馬師華禮納訓練，相信能夠保持最佳狀態出戰，加上抽到一檔強配勢1浪漫騎師麥道朗，可作2重彩膽。4號高快騎另一匹練馬師華禮納嘅馬，上2仗跑昆士蘭省嘅級制賽都交出好表現，相信今仗亦能維持3甲，要預佢。5號新嘗試唔夠級數，劃得。6號行家首選級數仲低過5號，劃得。7號奧勝哥又係練馬師華禮納嘅馬，呢匹馬今季冇咩點用過，相信會賺到體力，有機會跑入3甲。8號玲瓏兒冇可能夠跑，第1隻劃佢。最後講沙田第2場5班16米，1號聖德福上仗跑同程走入位置，好難話一嘢劃死佢，希望佢繼續主動，可以由頭帶到尾。2號醉風雲季內4班快時間走入3344，落雨就唔使揀佢，唔落就3344可以拖翻。3號爆熱呢匹馬就正好相反，落雨先會幫到佢，一定要拖。4號佳福區上季好難先俾佢贏咗1場，今季冇場有走勢，睇嚟退步退得幾快，大家到時睇電算機先考慮，我哋就唔要啦。5號無極勇將尤達榮俾你科學練馬練咗1季啦，心水清嘅網友應該會留意到，季內都有好多馬評師揀過佢，中晒伏，唔爭再輸埋呢場。6號俊彩飛馳大董馬其他都食飽晒，呢隻未交代。所屬練馬師有咩咁叻？今次負磅雖然又輕多1磅，排11檔更加難贏，又係3344先預埋佢。7號富裕君子抽咗個外檔，將會好難跑，落雨更加大膽飛咗佢。8號紅黃繽紛係一匹3歲馬，全場最年輕，排埋個2檔，上仗都有走勢，應該係另一隻膽嚟。9號桃花多由即將成為香港冠軍騎師嘅8屆冠軍潘頓執韁，睇嚟都係俾佢吸晒啲飛，大膽劃佢。10號美麗多型開始有翻走勢，但係今場未夠條件殺晒，落雨先拖。11號金德義而家得26分，跑1里我哋唔會揀佢，等7月1號場1800。12號友誼喜悅狀態翻咗嚟，唔敢劃死佢。13號海船7福場場得個追字，止於3、4名。14號悠遊俠蝕分跑，冇咩好評，呢個血統開始唔掂，已經過氣，大家可以記低佢。今次策略係1號或者8號做膽，拖3號、12號或者4穿6動態處理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